道酸甜苦辣的滋味，也一起有过快乐幸福的时光。今天就要分离了，大家的心里十分的好，老师好。今天呢，可能是大家最后一天又在一起的了。你们以后就不用交作业了，就不用这么早来上课了，都很开心吧？虽然你们有时候不听话，有时候很调皮，但是我还是爱你们像家人一样。虽然我们是来自不同的国家，但在这里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。愿大家相遇我好开心。虽然我跟你经常吵架，不过我们还是朋友。来自哪里？你比我美还是不美？我也喜欢美丽的你们。虽然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语言，但是